有关这个总统大选，阁有一份上新的民调出来了，这是零传媒的民调。第一名也是赖清德，38.48%；第二名是郭文哲，28.34%；第三名是侯友宜，21.29%。这个名次甲以往是差不多，但是郭文哲甲顶个月比起来，落将近3%。若阁详细来比对，主要是30岁到39岁这个部分支持度落降超过6%，其中阁以女性落上多，落超过11个百分点。大选在面前，侯友宜同款坐镇市政会期，不过723专大会率团出韩国瑜暂时未参加。兄弟齐心哦，其利断金。我跟韩国瑜市长都会同心面对，我们都是为中华民国一起打拼努力。伊早无停止，不过希望放下过去。朱立伦、侯友宜小连续发声韩国瑜，希望全大会会当提升士气。因为上新的民调，赖清德阁往4成握紧，郭文哲是了甲剩无到3成，啊，侯友宜是伫咧2成左右，无熟。风风雨雨如何，我们都坚定自己的信心。民调有影关关价价，支持国台民派常委嘛决定7月19中常会被提案，阁予侯友宜1点仔机会。民调看他们怎么去整合，把它拉起来最重要。继承的这个党代表的声音会不会在那一天会不会讲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马兰堡全大会顶没有人反抗，因为来看名气，要来想希望在野敢若推出一组人，啊若选上来对抗郭文哲，唔若声势上旺，嘛家己淡出南北下会自然发展。毛38.4%的人认为郭台铭上应该退出。柯文哲的声音我听到了，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去强化我们自己的战力，最后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，逆转胜。敢讲看到有赢的机会，因为郭文哲少年选票搁出现降落来，尤其查某选民略超过11%。其实是非常多的女性支持者都主动来去跟他请他来去跟他合照哈。我们实际的观察，是也蛮受欢迎的哈。不过事件的风波，无看到也有真侪是你唔知的代志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